前一阵哦，海葵风台扫过台东，有上百万丛的树仔风扫倒，一寡风景区的树仔哦，就爱个定种。若需要定种，会当冻风的完成树种哦，就爱对材啊开始种。县政府是真烦恼讲哦，游客想要美日头，会无像印通味，所以即摆是真伤脑筋。台东市区主要观光景点台东市生命公园，即摆风台期间，估计风吹倒的树仔有9万丛，互游客美日头的所在减少啊。县府即摆要伫观光景点重新种树仔，要毋过要种什么款的树种，才袂互强风连根挽起来。农业处考量爱种完成树种，要毋过袂当用仪式，而是爱为树栽种起来。除了每年植树节都一定会种植的树木之外，我们也会在另外选择台湾台东的特有种的一些树木来做培育，然后必须要从小把它种植到大棵。也毋过，即摆的台东天气还阁真热，像有山海铁马道的景点21公里的路，沿途长尾大树经过修剪，暂时少热热的效果。也毋过，吹倒的树仔要重新种树栽，可能就会降低游客甲民众的游憩意愿。因为台东毕竟是比较热的地方，那一般的客人不可能永远都是在一大早或是傍晚。白天带小孩子来玩是蛮热的。县府强调，目前重新种树仔也在规划，会收集民众意见，采取更较有效的保证新树的做法，检举检灾，阁会当达到观光效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